作為福田嘅豪宅，我個人認為一定有呢個單位嘅一席之地啊！房產淨面積一共係238方，一共做咗4房2廳4衛1個廚房，其中3個房間都係套間嚟噶，絕對適合3代同堂嘅總裁你啊！嚟一齊睇下真我哋呢個一線無敵嘅超級海景，遙望我哋嘅港島以及深圳灣春筍啊，係咪非常之靚呢？2022年嘅次新小區業主全新裝修，一共等咗成60個 W， 可以話係拎包入住。目前只需要單價3萬就可以即刻擁有，咁嘅單位係咪你嘅夢中情況啊？中意嘅話，右手邊刷支旗，後台私信我啦。今係緊先，拜拜。